歡迎大家馬迷嚟到贏彩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第54個賽馬日，2025年3月15日星期六下晝1點鐘，沙田共有10場賽事。呢場係重心場次，第一場1200米5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一次第三，配呢個艾杜娜，排呢個8磅10號靈里標區。第二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配呢個奧爾文，排呢個3磅3號全神貫注。第三匹近戰跑過2次第二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巴寶，排呢個10磅7號3代同生。第四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霍雲星，排呢個7磅5號環球英雄。第二場1600米5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一次第二，配呢個艾杜娜，排呢個4檔5號神驅馬力。第二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配呢個艾兆禮，排呢個3磅6號上上感恩。第三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賀銘年，排呢個2檔4號進彩飛馳。第四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巴道，排呢個9檔13號喜巨大師。第三場10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配呢個黃寶利，排呢個9檔1號不所擋。第二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奧文，排呢個7檔2號雷神太保。第三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巴道，排呢個10檔10號亮寶。第四匹近戰跑過2次第三，配呢個艾杜娜，排呢個12檔4號公頂。第四場12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配呢個布文，排呢個2檔2號跨境寶馬。第二匹近戰跑過2次第二，配呢個艾兆禮，排呢個5檔9號英雄戰歌。第三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黃寶利，排呢個1檔10號風林火山。第四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配呢個奧爾文，排呢個4檔4號開心樂業。第五場18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艾杜娜，排呢個13檔8號小飛俠。第二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艾兆禮，排呢個1檔4號金主。第三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配呢個黃寶利，排呢個2檔11號青春力量。第四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三，配呢個巴寶，排呢個8檔14號駕駛奇葩。第六場1400米4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一次第三，配呢個布文，排呢個11檔9號人人有餘。第二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三，配呢個團大安，排呢個2檔2號超旺財。第三匹近戰跑過2次第二，配呢個霍雲星，排呢個3檔7號超風速。第四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二，配呢個黃寶利，排呢個10檔1號時尚歡欣。呢場係重心場次，第七場1600米2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2次第三，配呢個布文，排呢個1檔2號陽光勇士。第二匹
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兩次第三。配呢個艾少禮排呢個二檔9號非為僥倖。第三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希威森排呢個7檔4號齋月。第四匹近戰跑過一次第一，一次第二，配呢個梁家俊排呢個8檔6號澳遊武士。第8場1200米3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3次第二，配呢個艾少禮排呢個8檔4號健康快車。第二匹近戰跑過2次第一，2次第三，配呢個艾杜拿排呢個10檔6號增強。第三匹近戰跑過1次第三，配呢個8步排呢個5檔11號展鴻威。第四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片拜康排呢個3檔12號心裏有數。第9場1400米3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2次第一，2次第二，1次第三，配呢個艾杜拿排呢個2檔5號至尊高超。第二匹近戰跑過1次第二，1次第三，配呢個艾少禮排呢個5檔10號樂勝天下。第三匹近戰跑過2次第二，配呢個霍雲星排呢個3檔2號派義穩。第四匹近戰跑過2次第一，配呢個田泰安排呢個8檔6號魯巴木。第10場1400米3班，我哋挑選嘅馬匹係近戰跑過2次第一，1次第二，配呢個班吉麗排呢個3檔6號康樂高球。第二匹近戰跑過2次第一，配呢個艾杜拿排呢個7檔7號首飾天空。第三匹近戰跑過1次第二，2次第三，配呢個霍雲星排呢個4檔3號同樣美麗。第四匹近戰未入過三甲，配呢個田泰安排呢個2檔12號進步星。最後多謝各位馬迷收聽同埋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